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各位财大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票今仔又搁起到29.9块元换一美金，行政院长德英泰表示，若违法操纵汇率的行为，会严格查办。经济部长郭志辉红白讲，伫亲人开的餐厅请人客，经济部摆回讲无用公务预算，行政院嘛考虑内阁改组的风声。交通部预告未来无让过路人造成过路人重伤，上无爱罚36000块，4、5天内未当搁考驾照，望6月是开始。来看最近台票一直起，今仔上悬又搁起到29.9块换一美金所来拢伫30块左右。行政院长德英泰表示讲，咱台湾毋是汇率操纵的国家，袂要予任何人来影响，也是操纵咱台湾的汇率。若发现违法的行为，会严格来查办。初六早起，观察台北外汇经纪公司的现场，一个到开盘的时间，所有的工作人员是无用试，因为台票要是继续的起，台票起到30块了后，过来就无直起，伫个30.05块遐咧起落。专家认为讲，因为市场惊吓的心理，8亿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讲，发现有人入场插货，而且要求相关的资金退出台湾。早盘会期已经开始呈现启动起落，市场大量卖出的情形已经有较转好。30元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守关卡。倘若30元能够防守住的话，我们认为呢，市场的恐慌性降低呢，大家就会等待呢这个台币的一个贬值的一个反弹，然后再来进行下一波的调节。专家分析，目前包括出口外汇商甲证券卖着急要卖出去，不过台票起若超过30块，呼吁会当对金融机构多得宽恕。初六早起，台湾银行要是有民众去换汇，因为就算初5，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甲总统赖清德对外话讲爱有信心，不过市场换汇交易的需求大。初六早起，伫手机 App 换汇系统显示暂停使用，后来才恢复正常。我们的汇率是稳定的。中华民国台湾也从来不是操纵汇率的国家，所以央行是持续用合法而且常态的态度在观察汇率的变化。不过，台湾不是操纵汇率的国家，我们也断然的不容许秃鹰来影响、破坏、操纵台湾的汇率。台票从顶礼拜5到今，2个交易日已经加悬1.872块，起6.2%。进一步观察中央银行的统计，今年以来台票起8.74%，会当讲是亚洲上强的货币，比日票韩元起的幅度较济。初六台股、金融甲寿险股有起有落，台股早盘升落转起，呈现股汇拢起的情形。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新台票一直起暂时起到29.5块换一美金，嘛创2022年6月以来的新高。有专家嘛指出讲，美国总统川普带动关税战，率来引起货币战上严重可能会起到25块换一美金，会造成类似1985年汇率变动，制作业了钱收起来的状况。今仔亚顺特别为咱来解判近代台票汇率的变动。是主播。咱今仔日这台票即几工是拢大起价，引起着各界关注，这嘛，互咱国的出口业者是真烦恼会来了钱。做伙先来回顾着台票汇率差上济一段，迄就是伫咧1985年的时阵，迄当阵美金大起价，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甲德国着联合起来做伙签署广场协议，要做伙来压价汇率，带动国际经济贸易。迄当阵台票对上价点40块换1块美金，一路是升到1992年的25块台票换1块美金。也就是讲，若阵迄当阵咱的出口业者甲美国拍契约的时阵，原底讲定爱1万块美金，原底当换做台票40万块，也毋过后来交汇时阵汇率煞变做干那摕到25万块台票尔，现了得了15万块去，所以迄当阵就讲到真侪咱台湾的出口制造业。后来汇率才慢慢啊恢复稳定，普遍是伫咧30块左右起起落落。也毋过，伫咧2008年的时阵，国际金融海啸期间，咱的汇率嘛是有差到3块半遮尔济。伫咧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咱的汇率是有差到超过4块遮尔济。因为迄当阵这疫情冲击到全球的供应链，咱台湾的疫情相对较稳定，出口相对就真旺，而且因为有晶片的需求真大，带动咱台票是一直咧起价。2021年的5月是有起到27块遮尔悬。
原来这阵是对4月232块一路起到即马5月初5，也有5月初6的29块。也毋过今仔日是伫出现29块了后，有个随降倒来伫咧30块。咱的总统甲央行嘛赶紧出来说明，讲这投资人的预期心理去影响着起价，呼吁大家着爱冷静。经过毋通乌白传谣言，毋通来查汇率。咱即马台票的汇率波动真大，各界是拢紧紧看。今仔日咱的解判新闻就先讲到这，所来将镜头交定许主播。感谢雅纯哦，咱继续来关心。今仔有媒体曝光，经济部长郭志辉哦，直接邀请公务对象去因兜开的餐厅食饭，有道理的嫌疑。经济部是声明强调讲，相关的费用拢是部长郭志辉家己出的，无动用到公务预算甲资源哦。行政长邓英泰嘛强调讲，外界若阁有疑虑，会当请部长搁再说明，嘛否认内阁会改组的风声。郭部长他已经对外说明了，说明他整个过程跟经费的使用，如果有疑义，我们请郭部长再度的说明。行政院长邓英泰搁一届替经济部长郭志辉讲话，因为郭志辉各方表出直接邀请有公务关系对象去因兜开的餐厅用餐，有道理装挖的嫌疑。因为经济部部长是发声明强调讲，食饭钱拢是郭部长拿的，并无动用任何公务预算甲资源，相关费用的支出有凭证会当来证明。在这个时候，内阁团队大家还是精神团结。邓英泰嘛，搁一届否认内阁改组的风声，强调讲行政团队注心应对国际关系贸易的情形，也搁有向立法院争取特别条例甲预算。不过在野党团嘛分别提出版本，甲行政院的4100亿来比，国民党团编3900亿，内底包括全面普发现金1万块的2300亿，而且甲国土安全甲交通建设的1500亿，也搁有补助台电的1000亿台调。编列了就是全民普发现金1万元，作为强化民众消费韧性，也有达成刺激消费、振兴经济的作用。只想着普发现金讨好选民，可能是国民党现在或是民众党现在仅能够提出的论述。把钱用在对的地方，应该才是好的国家发展方向。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有提我们自己的特别条例，台湾民众党当然是支持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特别条例啊。那民众党团的版本，同款有普发6000块的现金，而且甲补互台电的钱台调。针对这点，邓英泰表示，普发现金是真简单，不过并不是上界有效、上好的方法。这会让政府对产业的支持、对民生的照顾、甲强化安全运行的力量分散去，呼吁南北党团都爱三思。公视新闻台北报道。隔看昨暗的6点09分哦，花莲是发生规模5.5的地震，到暗时的7点15分，短点外钟哦，计共就发生8界的地震。气象署表示讲，昨暗6点53分，规模5.9的地震哦，是主要的地震。伫最近3天来哦，嘛恐惊阁会有地震尾。今次气画面摇摇海海，花莲较有名的景点李溪潭就是影像记录到地球冰心的时刻。昨暗6点09分，东部海峡发生规模5.5的地震，尾仔阁发生几落变地震。暗时6点53阁发生规模5.9的地震，上大震度有到4级，差不多全台湾拢有感觉。4级而已，很小啊。很小哦。对我们花莲人而言算很小。哦，所以会害怕吗？突然这样子2震2下，不会啊，习惯了啊。花莲1点钟内发生7变地震，震央拢伫咧东部海峡。尾仔暗时7点15，又阁发生规模4.3的地震。这边震央伫咧花莲县秀林乡1点外钟，连续发生8变地震。当地消防局就接到报案，讲有人掉伫咧电梯内面等人救。那在2楼处的电梯，发现民众受困在里面。那我们利用工具将那个电梯门打开之后，协助患者脱困。那也没有说他哪里有不舒服。气象署研判规模5.9的迄边地震是主震，要注意3天内有可能会出现5到5.5的地震尾。针对这2起地震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互间的碰撞所引起的。我们目前暂时将5.9这个地震列为是主震，然后前面的地震，然后当作是前震这样子。那未来的话，我们不排除还有5到5.5
之间的地震会在未来的3天之内发生。地动了，代替撞到放林之间，按照4级地动的规定，速度放慢驶。台北捷运甲机场捷运等铁路交通，在确定无异常状况了，正常营运。不过民众普通时也是要注意突然间发生的地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苗栗白沙屯妈祖北港进香第5天哦，今仔透早6点，妈祖銮桥是对婚林的倒拉起价，经过中魂大桥进入彰化县的丽水乡，外向南投县的民间乡哦。白沙屯妈祖进香200天哦，今年头一届去南投县，所以地方的信徒拢真期待。今年哦，香灯卡将近33万人，这2-3天哦，婚林北港的本数量都有100栋哦，是平常时的平倍。白沙屯妈祖进香回銮持续北访，6号上午6点外，为云林倒落市起驾出发，沿途再次进入南南乡，到9点外妈祖銮桥，由中云大桥进入彰化丽水乡，但后来无继续行彰化路线，而是转向南投县民间乡前进，中途进前就会当进入南投县内，让南投民众相当欢喜。有啊，顶年水才过啊。嘛希望啊，说阮自第一天开始，阮就拢一直对咧啊，逐工拢对，逐祈求伊来南投。白沙屯妈祖进香200多年来，阁无进入南投县的记录。6号10点外，銮桥为彰化丽水，沿着1号年刷道往北行，非常接近南投县民间乡。而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报名人次超过32万人，3号、4号到北港参与进香的人数都数十万人，毛规体本数量比去年成长1倍。今年我们在整体上都有去做宣导，说要垃圾分类，所以今年整个垃圾量大约85吨，回收量大约13吨多，整体大概成长了近1倍。北港清洁队表示，过去的粪扫因为欠缺分类宣导，导致真侪粪扫掺杂回收物堆等等，造成后续处理困难。但今年经过宣导，规体状况改善真多，后续嘛将进入天狗类季节，表扫完成后，会赶紧来完成环境消毒。公司新闻王雄为您报道。再来关心罢免理解的人数哦，罢免国民党立委顶合中的团体，今仔是去婚林选委会送38000份的人事书。顶合中嘛呼吁选委会爱依法来审查，强调讲若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会下向宣讲来应战。另外，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林涵玲，中确定可以出咯，调1人赖1人，今仔是表示讲，望会当来处调1半替2人书面的同意来替换林涵玲。要罢就罢，吴思瑶。破口号刷落来，把信件塞入去邮局，用互相挂号回邮的方式寄出去。因为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团体领衔人刘克进退出，团体调1人赖1人，初6是启动2/3回邮的计划，希望摕到1/2替2人的书面同意来换领衔人。就是双管齐下。关于我们现在领衔人张克进教授呢，其实这部分呢，还是有人会持续的去联络，变更领衔人计划，我们同时进行。我尊重他们所有的行动，只是要提醒民主不容造假，在台湾来发动任何的罢免，一定要合法合规。赖1人发话讲继续做2阶段的人事，不过另外一边台北市5个南委的罢免案，罢团是暗算拜3拜4会送出第2阶段的人事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透早就到捷运站去宣讲反制，批评执政党唔知影安怎拼经济、拼财经，说干那会晓塞大罢免尔。我第3次预言了，下个月6月份是美债的危机，只有台湾，因为是贵族冠军，所以呢，不但没减少。搞不好还增加。罢免南委定合中的团体嘛，选伫初6，甲38087份第2阶段的人事书送交予婚林选委会，强调达成率是138.5%。3阶投票之前的这段时间，在这1-2个月的时间内下乡，更努力的宣传，然后让在地的乡亲能够有一波一波浪潮，把这个守卫台湾的声音传达出去。定合中以文字的声明来回应讲，呼吁选委会爱依法审查，确保定数的公正，强调讲，若入去到第3阶段的投票，会坚定来应战，发回乡亲，到时阵都爱投无同意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造畅水南海群号进度落后，4月海上测试跳票哦。外界嘛正关心讲5月敢有法度来进行海测。海关是指出讲，目前已经做最后的准备。
另外，针对 IDF 建国号顶礼拜无顺利去弹出火焰弹，空军目前是针对机械来进行调查。占人各座海军号战斗营地也停留伫北港七期，4月海上七期跳票，台船跨进度传出铁路营架甲活动铺台，互外界夺去5月海测的希望。对此，海军车拉证实，海军号已经达到海测进程的最后准备阶段。那已经进入了海上测试前的最后准备的一个阶段。对于未达到验测标准以及供性能的这个部分都会依照这个合约来要求台船及船厂更换必要的料件以及调校。将对于前海军顾问郭述点出海军号的几项欠点，海军表示无评论，其相关设施的更换条件继续调校。那台船11月无法度顺利交艦，也会按合约来寄发。另外，IDF 建国号顶礼拜互民众看到发射火箭弹，传出可能伫空中放射顶，才会意外激发。空军研判是机械的因素。那从它的这个投掷的电门以及落地后剩余的数量来看，那这一个假设是不一致的，所以说目前是排除有锁定的这个状况。咱国向美国采购下定会达到300公里的 ATACMS 战术区协会弹，第一阶段要交运64粒，头一批16粒伫1月7日点唔到台湾。关于战术区飞弹全案都依计划在今年如期的交运。针对美国菲律宾的军演，基向中共菲律宾透露友谊甲台湾加强交流。国防部表示，对于军事交流采取开放态度，无设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防部昨公布测试有6架中国的军机，8架中国的军舰伫台海附近。美国新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接受专访的时强调讲，中国封锁台湾的军演恐惊已经是常态了。美国就爱北京会当了解讲，美国会拍拼来阻挡中国对台湾展开任何的攻击。国防部公布测试规则，查到6架强机、8架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中央武器威胁拢无减少。美国新任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指出，中军可能封锁台湾的军演已经成做常态。美国爱确保北京当局明白，美方会努力阻止中国对台两势攻击。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emonstrated grow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persistent pressure operations, with military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increasing by 300%. China's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ctions near Taiwan are not just exercises, they are rehearsals. 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进前也示警，中国对台海军事行动毋但是演习，佫亲像是彩排。最近，伊伫一场智库论坛中表示，中军大大提悬军事活动的强度，已经毋是慢慢来，是真紧冲。佫讲中军过去2年来，演习深度甲广度的变化速度出现挥散性，互伊袂当困。毋过帕帕罗强调，若即马爆发台海冲突，美国依然应拍败中国，也对美中海军实力差距提出严厉评估。因为中国作战速度超过美国，可能影响区域稳定加战略主导权。现阶段，由于中共的海军实力大幅增加，不管是空中的兵力投射或海上的兵力投射，乃至于海警，都会形成一个对台湾的包围之势，甚至可能会由延转战。所以，台湾应该要把握这个短暂的时间，快速增加自我防卫能力。中国快速扩张军力，美国面临的挑战愈来愈严重。军事专家建议，台湾应该增加反舰飞弹甲马步人装备，要求成军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昨宣布讲，要裁减2成的4星上将甲高阶的将领，要推动优化国防部的计划。这嘛是美国总统川普第2个任期上大规模的军事改革。伫联邦政府全面推动机构缩编了后，川普政府改革的手伸向5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备忘录指出，部长赫格塞斯初5下令裁减20%的4星上将人数，国民兵中将军官人数也会减少至少20%。这份备忘录也佫要求，全军高级将领甲机动官员的人数也另外减少10%。到2025年3月，美军现役部队中有38名4星上将，甲817名将官。4星上将是美国军队中非正式会当达到的上悬军阶。
赫格塞斯伫备忘录中强调，这个举动是透过削减香桂村的纵观职位来优化领导结构，目的是咧消除无作用的指挥体系，以实现组织精简化。捌担任福斯新闻主持人的赫格塞斯，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军方高层过度膨胀。佮伫担任国防部长了后，曾经替换头一回VAA 参谋首长、联合会议主席布朗，甲海军军演部长、国安局长等人。伊佮卡伫一摆的 Podcast 访谈中，指控军方高层热衷推动各种社会政治、性别议题、气候变迁、甲极端主义等笨手政策，只因为安尼会当替因进行后一个军改。同一日，赫格塞斯也伫五角大楼甲秘鲁外长举行双边会谈。伊表示，甲秘鲁合作应对中国伫这个地区造成的威胁是真重要。We also recognize with very clear eyes the threat that China poses. To our countries, to our people, and to peace in the region. Beijing is investing and operating in the region for unfair economic gain. And together, in order to prevent conflict, we need to robustly deter China's potential threats in the hemispheres. 中华拉美国家对抗中国布局，秘鲁外交部长表示，美国是上重要的朋友甲盟友，两国存在战略关系。秘鲁希望先建造全面也是整体战略关系。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耶路撒冷宣布，以色列安全内阁初步已经批准讲要甲加沙退回来的计划，决定要用武力来毁掉哈马斯。以色列家属嘛上街头去示威，要求哈马斯赶紧甲人质记录拢放出来，战争会当赶紧收煞。以色列安全内阁透明开会，批准扩大对哈马斯军事攻击计划，包括夺取加沙并且占领这地领土。בקבינט והחלטנו על פעולה עצימה בעזה, זו הייתה המלצת הרמטכ"ל, תהיה הנאה של האוכלוסייה. 内阁会议批准采取武力行动摧毁哈马斯，解救人质。加沙280万的人口将会被移除。纳兰亚胡无讲军队将会抢占偌侪领土，也过强调士兵若入去了就袂过出来。就以哈马斯的官员讲，拒绝以色列的施压加历史。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يعني إيش ضل في البلد حاجة يدمروها أكثر من هيك. 伫以色列也过伫咧等待连日转来加速伫咧落的示威。I'm sick and tired of this war that never ends. We don't want to fight a war that only keeps Netanyahu in power. We want the hostages back. We want our soldiers back. 安全内阁也原则上批准一项由私人公司运送援助的计划，这代表联合国所谓的已经造成严重粮食短缺的2个月封锁将会结束。联合国对此表示，这项计划违反人道主义，未甲因合作。另有一位以色列资深安全官员讲，内阁会议批准的计划就会等美国总统川普13讲16号门过了才会实施。对于哈马斯来讲，是达成新的停火加释放连接协议的机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在荷兰举办庆祝脱离纳粹占领80周年的活动，有亲巴勒斯坦的人士去闹场，阁有人等烟雾弹，都好落伫波兰总理图斯克的头前哦。警方嘛伫现场掠到5个嫌犯。Ik wens jullie allemaal een onwijs feest en maak er een prachtige bevrijdingsdag van vandaag. 波兰总理史霍夫为着拄讲煞，一粒烟雾弹就落伫来访的贵宾波兰总理图斯克的头前，保镖紧甲扭走，舞台顶悬是呛红烟，维安的人员紧上台来抢，图斯克红底站撤离，中这个意外无人受伤，嫌犯伫现场互逮捕。波兰伫初5举行庆祝脱离纳粹占领80周年的解放日的活动，不过附近有差不多250到300个亲巴勒斯坦的示威人士聚集伫遐，因反对以下冲突，要求荷兰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头前前荷兰国防部长布瑞克曼致辞的时阵，示威人士就来乱。看到现场的民众讲，迄当阵示威人士是举标语、喊口号，这粒烟雾弹有可能是其中一个示威者弹出来的，但是敢若毋是针对图斯克。落尾有5个人互荷兰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逮捕。图斯克伫这段意外了后，佫返来现场，和荷兰总理史霍夫做伙继续进行活动。图斯克讲到俄罗战争，表示欧洲毋免烦恼的自由时代已经结束，欧洲共同体是反恶蛇、反战争，想要伫这个黑暗的时阵生存，大家都必须要保持坚强和决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高雄的三都三路，昨一台公车甲汽车发生纠纷，汽车的驾驶不满公车在切车道的时候，我伤过近哦。伫公车要停站的时，故意驶去挡伫公车的头前，驾驶是冤家相骂。警方指出讲，这汽车驾驶违反道交条例，嘛涉犯强制罪哦，会移送法办。白色特斯拉吊工驶伫公车头前，无爱互公车切入去公车站，公车驾驶饲喇叭提醒，汽车驾驶嘛无要让道，双方起冲突。不认同，太冲动了。事发伫初五暗时，透过公车行车记录器会使看到，公车对高雄中山二路转入去三都三路了后，特斯拉真紧对公车倒并切入去头前，砸着公车的路。根据了解，汽车驾驶疑似是不满伫前一个路口，公车要切入去倒弯的车道的时阵，想挖伊的车，并没有按规定来左转，他反而直行。那我们公车是上下完乘客时候要左切，那左切这种状况之下，可能影响到他直行的这个方向。所以他认为我们公车有逼车，但事实上公车并没有违反这个道路。业者澄清对方伫倒弯的车道违规直行，双方的车才会挖真紧。警方看相关的画面了后，认为汽车驾驶的行为已经违反道交条例，佫可能涉犯强制甲公共危险等罪。行驶途中任意居然减速刹车，或于车道中暂停，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3条第1项第4款规定。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其行为可能构成以强暴方式妨害公车驾驶行进之权利，当然可能同时也妨害车上乘客之行动自由的权利。律师表示，毋拿公车司机、车顶的人客若认为汽车驾驶的行为影响到停车还是落车的权利，拢会使提起告诉，由检方认定是毋是涉犯强制罪。警方嘛提醒民众理性驾驶，以免冲撞违法。公司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交通部预告未来无让过路人造成过路人重伤，上无是爱罚36000块，4档到5档内未当各科驾照。网讲新的规定6月开始实施哦。职业驾驶团体佮路权团体是有无同款的看法，嘛拢有对交通部提出建议。顶个月初，一个学生囡仔伫台北市的内湖，行伫斑马线，遭互乌多摆弄着，好佳再无安全。为着处理车无停让，台北市交通大队以人力配科技执法，今年1月到4月，处理件数是比去年同期增加28%。今年这个1至4月，我们总共取证10756件，比这个去年同期8403件，增加了2353件。交通部嘛，预告修正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和处理细则。若是无让行人造成轻伤，起罚的金额是10000；吊扣驾照1年到2年，互人重伤也是死亡的，除了起罚的金额是36000，而且吊销驾照4年到5年，袂当阁考照。应该有吧，因为之前没有让行人直接罚6000之后是蛮明显，效果蛮好的。所有车辆都已经还蛮礼让行人的，我觉得有些行人可能会。反而是行人有些红灯会继续行走。民间团体是认为讲，交通部应该较紧来完善道路安全的改善，另外还要对教育来开始做，才会当根本解决安全的问题。工会这边觉得不可思议啊！原来我们的政府对于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这件事情，只有一个面向，就是罚则。要降低行人死伤，保护行人安全，还是要强调道路工程跟教育这2方面，因为执法只能在危险发生后做事后的补救。交通部说明讲，为了要提升汽车驾驶人停让行人的观念，确实遵守规定，减少事故的发生，提出修法。经过14天了后，若是民众无意见的陈述，新规定按算伫6月底进前就会当上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德鲁区国家公园入口出海口，最近有农民发现亲像有人的大腿骨，因为去年4月初3地震的时，德鲁区的山区哦，佮有一个新加坡的查某人，佮一个德国的查甫人失踪。也毋过，警方判断讲，这个骨头哦，应该是一个大约40岁的查甫死者，死亡的时间超过半冬，应该是无关系。有一个杨先生伫入口出海口的溪保证线啊。4月27日早起，经过北回铁路下骹的产业车路，向看到一支差不多40公分长的骨头伫桥墩的边啊，看到那像是人的骨头，伊赶紧报案。这边平常会有人进来吗？很少的。这个我们没弄之前，草是在这个位置，谁进来啊？你也知道地震以后啊，对，我们也没过来了。
警方到位随封锁现场，而且把骨头炸登去化验，确认是人类正边大腿的骨头。了后随通报检察官来侦办。4月28日，先以人工的方式敲车，5月初3派怪手来挖，小人说佫挖到其他部位的骨头。遗骨为约40岁以上的男性所有，死亡时间已逾半年。第二，下颌骨是没有牙齿，那也不排除死者生前可能有佩戴活动式假牙。第三，头骨的右眼处曾施行前骨开放性手术，在眼眶显见有骨钉固定的痕迹。因为在鲁古山区4月初3地震的时阵，还有一个新加坡的查某人，甲一个德国籍的查甫人失踪，传出发现骨头的时阵，捌引起关注。不过警方目前是已经排除关联性，会采验 DNA 来比对失踪的人口，嘛去查捌做过过交骨手术的资料，找出死者的身份。公司新闻华联报道。昨下晡北宜公路北南路段有重型机车烧落伍，警方调查发现讲，台电的外包厂商因为施工封闭部分的车道来进行交通管制，也毋过交管人员说开放车辆通行。台电是表示讲，应该是交管人员的疏失，也毋过车祸原因爱个厘清。下动交通帮放行车辆，工作人员在场引导，其实已指示通过，也毋过往头前骑无几公里。同一个车道，一台重机正面骑过来，两台车拢相背负，正面对撞刹车，一个人骨头直去送医，另外一个人也受伤。双向同时放车，导致2台大重机对撞的事故，造成罗姓、蔡姓2名骑士摔车受伤。车祸地点伫北宜公路，就是有名的财务湾一带。台电的外包商初5下昼2点外，当日修正路球，找移交来现场交管。也毋过受伤技术控诉，照指示通行也是小龙。我们的外包厂商是有请义交帮忙指挥交通，这个义交指挥还有在整个沟通上确实是有点问题，有什么缺失我们会依照合约来跟厂商寄发。台电初步了解，承认交管人员沟通出问题，也毋过车祸详细原因有待警方厘清。防止控野后的移交，原定初6早起到派出所说明，将其尾说无出现。我们下午的时候会去检讨说，这个台电公司他们在交委的部分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请他们改善完了之后，重新提一个这个交维计划。公路交目前已经撤销许可证，会召开检讨会议，请施工单位列席。后手爱重新提送交通维持计划，经过审核许可了后，才会个核发施工许可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桃园市滨田游泳池已经35档了，因为真久2档前停业，即马嘛已经真做是望牙馆。市长张善政就决定讲要来拆掉去社会主体哦，未来会有运动中心、活动中心哦，佮提供400户的主体。建物设施牢固，损坏严重，更衣室、厝顶也佮有阿毛土甲落落来。桃园滨田游泳池2年前停业到即马，抗力无用变做望牙馆。市长张善政确定会改建做复合式社会主体，也毋过在地居民也是希望保留游泳池。很可惜啊，那么大的游泳池现在都当作废掉啊。游泳池也是很好啊，盖社会住宅，另外在很多地啊，对不对？我认为这个地方盖社会住宅是怎么讲，就是见仁见智啊。没有废掉可以用了，但是要花很多钱去修了。它可以盖5楼啊，托养中心也可以，长照也可以做啊，但是底下你游泳池保留啊。平顶区游泳池完工到即马35年，相继进前由平顶市公所兴建管理，包括50公尺户外游泳池甲更衣室办公室建物，附设2座棒球场、1座篮球场，面积约1公顷。到132年4月，委外营运到合约到期了后，无厂商继续营运来停业。打造一个复合式的公共设施建筑物，里面包含运动中心、活动中心以及400户以上的社会住宅，总面积会到2万坪以上。针对游泳池爬行之举，主体发展处表示，会正向跨局处合作，推动复合型社会主体整体规划。后手会加速办理设计甲工程发包作业，设置几百个汽车停车位，也保留室内外运动设施场域。目标预计2031年社体完工会当大入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台东这个海拔山区又个出现乌蠅，离卡街只有130公尺远。林保署的台东分署初5接到通报，有2个卑南族人伫山顶看到一只掉伫旱井乌蠅，经过抢救，因为空喙感染到上严重了，引起白血症死亡。后续会来厘清死因。即摆发现台湾乌蠅的地点伫卑南乡美东村一栋民家厝的后壁，有130公尺。2个卑南族的人初5早起经过美东村的山区，听到动物的叫声，我过去看，发现是台湾乌蠅带一个，但是乌蠅的脚是互特殊的限制困掉，因较紧通报。台东林保分署随派18个人慢慢挖过去救援。兽医师发射麻醉枪了后，随甲即只乌蠅送去野湾野生动物病院来急救，但是可能受困伤久，落尾嘛是死亡。他转过来冲我的时候才吓到，说原来是甲状熊。因为伤处感染，引发败血症，最后在昨天12点35分左右死亡。美东村长找人嘛到出现乌蠅的地点去关心民众，提醒山区的民众要注意乌蠅可能会出现。不过，这摆乌蠅出现的地点是伫海拔440公尺的浅山，而且离集合式社区和学校搁较近。村长希望县府和林保署会当提供协助，避免乌蠅和人发生冲突。向来也没有说发现过黑熊跑到这里啊，当然看到听到就会害怕会紧张啊。台东林保分署表示讲，即摆乌蠅是搁对较浅山地区的活动，因会伫当地举办防范人蠅冲突的环境教育课程，提供民众赶乌蠅的做法。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的莲池潭有一张青瓦树根，拢拖到红毛土壁路，看起来是真特别，真侪人去翕相。观光局最近宣布讲，附近的步道要困垮，树啊是会保留落来，也毋过挖伫壁顶的这个树根会来做处理，或者侪民众赶紧过来翕相做纪念。有民众嘛问讲应该爱想办法，拢甲伊保留落来。因为风声讲莲池潭要进行环境改造工程，这个上新的望晴景点天空之城树会无去，未少民众拢赶伫时间进前来甲这张青啊翕相做纪念。有民众认为，真罕得看到这款树根顶伫红毛土壁景地，若无法度保留落来，实在真可惜。如果说光那个国外的游客也有看新闻了，当然是保留起来。因为那一天我们也遇到，他们也是看新闻报道来的啊。他做的意思是你要往这边看嘛。好。那其实很多地方也都可以往池中间看啊，很多像这个凉亭里面也都可以看啊。做这个。观光局表示，这个工程主要是要把步道拍通，以及改善宽湖步道的景观。进前已经先把固地刷走，针对这张青啊是按算要做一个会当休困的架。因甲地方专家学者讨论了后，决定会用特殊工法提供树根上大的保护来施工。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虽然工法有保护性，不过这阵爱考虑的是为什么爱牺牲这个这么奇怪的新景点。也就是采取阻隔的方式施工，未来完工后，原有的树根既不会接触新的覆土，又可以保留让元气根呼吸的空间。唔通去破坏这个观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新兴的景点。哦，那个树根裸露出来，那个景观才是唯一的亮点，不然上面那个树。跟其他树有什么不一样？环境改造工程12月开始做，按算9月份完工。观光局也先预告，爱民众把握时间来看这张青啊。民众也是希望市府会当保存树根的景地，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一间微基班的老师涉嫌性骚扰12个囡仔，一审是被判有期徒刑22档。被害囡仔家长和民间团体是拢批评讲，因对报案开始到对社工的直接，各有学校方面是拢真无友善。行为发生地并不是在这个辖区，我们必须要到行为的发生地。那后来我们去了行为发生地的派出所，派出所员警听完我们的叙述之后，就说这个情节很严重，必须要转接到妇幼队。原来去互微基班的老师强制威胁，家长讲报案迄顿讲真无顺利，用14点钟才完成笔录。原来说明案情拢总共15届，而且学校哪像有结案，因有买1个月时间是找无人到3工。学校的辅导组长企图吃案，阻断了孩子在学校的辅导资源。法院的书记官在文件上泄露了个资，检察官甚至剥夺了律师陪同孩子出庭的权利。
协助兵团和兵代表示，这案因为司法无重视儿童性犯罪特性，报案的定数乱草草，社工无效率，学校阁下提责任。这问题了了，警政、卫政、社政、教育和司法的协作网络，空旁加多，而且是加多错。12岁以下，其实包括性骚应该也都是由妇幼队来执行哈，但是我们的基层员警可能意识不够，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后面的程序混乱的一个问题。当政府提出来要做相关教育训练的时候，它势必要能够动到的是每一个在第一线的人的认知发展跟改变，包括以儿童为中心，包括认识伤害是什么，包括真正为儿童的利益着想。中大之小性猥亵案的协作网络常常出问题，毋但是人员的训练无够，民团和家长去监察院交定诉事，家长强调讲，毋是要追究啥人的责任，是希望这制度会当有改善。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这件话真严重哦！宜兰县的生育津贴今年生一开一补助18000块，另外还有2000块产检的补助。也毋过哦，宜兰的民意代表认为，这补助应该爱个增加。县政府嘛表示讲，明年开始哦，生一胎会补助2万块以上，产检的补助至少嘛会增加到3000块。宜兰县人口数已经连续3年不足45万人，而且出生数继续低过死亡人数，生育不如死。也毋过宜兰县的生育津贴甲外县市比偏低，而且第2梯、第3梯拢无补助，有民代建议县政府爱个紧急提款。这个部分也有可能会造成人口外流，因为其他县市的补助有些不单只是生育津贴的补助比较高像一般的育儿津贴也都相对比宜兰来的高。根据县员调查，各县市生育津贴，基隆发现一梯2万，台北台东4万，新北3万，不过基隆县只有18000加2000产检补助，比上北州更加是东部地区上低。这样会不会造成大家不敢生小孩，或者是人口？对，我家媳妇就不想生小孩。应该大家育儿津贴要一样。那一样嘛，那哪有什么分地区的问题？民众也认为，宜兰县育儿津贴真正伤低，这项政策应该各县市一直来全面性鼓励民众生育，也避免人口外移的问题。县政府是建议今年编列明年度预算增加生育津贴，明年把它争取到2万。那站在我们立场，我们一定会积极来争取，尤其是现在已经要编了115年度的预算。县政府承诺营养有价调整，明年度生育津贴至少提悬到2万以上，产检补助提悬到3000以上。另外第2梯敢是增加，县政府表示也会看财政收支维护法最后执行情形，看敢有经费拨落来，才来建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台湾哦，大约有200万人有黑菇，意思是指出讲，目前大部分的患者使用一款素的药剂哦，这只会当暂时互气管来扩大，应该爱使用抗发炎的治疗，才有法度来断根。有黑菇病史的民众，这种用素的药剂是不了接款。不过，胸坎科的医师临床发现讲，现在有患者甲急救咧使用的，短时间内会当消透的药剂，当作是日常咧保健使用，甚至一年用超过3支。台湾胸坎甲重症加护医学会指出，原改型用素的药剂，敢来当暂时互气管扩张。真正要控制黑菇的关键是抗发炎的治疗。我们一般当作急救用，就是有症状的时候来吸一口，那就可以改善很多的一些的表面上的症状。可是，在这种气喘底下的这个发炎，那没有受到控制，所以很重要的抗发炎才是重点。台湾胸坎重症加护医学会针对中度甲重度黑菇的患者普查发现讲，使用原改型用素的药剂，嘛食类固醇的患者，是比接受抗发炎治疗的患者加要3倍。医生强调讲，虽然抗发炎的治疗时间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无法度在短期内就看到效果。不过，这才是控制黑菇根本的方式，嘛才会当降低国内急诊甲大医等等医疗的负担。目前全台湾拢总有745间医疗院所参与全民健保黑菇医疗给付改善的方案。医疗院所内，你纳入这个照顾管理、个案管理的病人有多少？你怎么样去减少这个病人反复去住院，或是反复去急诊所发生的机会？国际指引建议，若较严重的黑菇，应该要考虑加上生物制剂来治疗。若是长期食类固醇，可能会产生骨头含烧、胃溃疡等等健康的风险。因为原改型用素的药剂用久较会调咧，建议减少使用，而且只要对症下药，就会当让黑菇袂阁一直反复。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为着要让各小各中的学生接触艺术，教育部107年开始就推动艺文场馆甲各中小合作，让学生囡仔会当去欣赏艺术甲看表演哦。目前嘛已经有132间艺文的场馆，甲154间学校合作。老师带学生来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体验拍鼓、选乐器开演奏会过程。这是教育部伫107年开办的艺文计划，活动已经进入第7档，拢是找台北艺术大学来促成各校各中和艺文场馆合作，让老师带各中校的学生去到美术馆、歌剧院这艺文场馆来学习参观。我们算是教育部美感计划的里面蛮重要的艺术教育的课程。那他大概的期待就是，他透过跟美术馆、还有博物馆、还有学校一起发展，可以进入场馆做艺术教育体验的课程。教育部表示，要带各中各校的学生去参观导览进程。头一步，老师需要先规划课程，先伫教室教学；第二步，才会当实际参观，加深学习记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活动举办到今，拢总促成132间的艺文场馆和154间的各中校合作。不过，也有参与计划学者观察到，这个计划未来伫中部也有进步的空间。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可惜的是，中部的县市哦，台中、彰化。云林，我们目前还没有合作的艺文场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屏东，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有机会一起来选美，可以到中部还有屏东去服务。教育部也表示，推动美感教育是为着要符合12年国民教育艺术甲美感素养的精神，增加学生体验艺术文化的学习机会。学者是建议为着要吸引更较侪中南部学生参与，希望未来会当加入在地文化场馆，亲像庙宇、图书馆这类所在，提供囡仔多元的艺术体验环境。记者陈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有文化部最近公告，各地故宫博物院典藏的乾隆台湾地图等文物被指定成做是重要的古物。故宫是表示讲，这把乾隆台湾地图是18世纪中后期台湾地名上将丰富的史料资源，详细记录台湾西边的地名，卖当来了解18世纪有真侪台湾的故事。咱嘛做伙来看卖。青绿色山水画风格，地图内底台湾这个汉字形是体的。地图顶端是东边，下骹是西边，倒边北正边南。国立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表示，这和较早对西边开发有关系。目前清朝过来种版本的台湾地图，乾隆台湾地图是18世纪中后期台湾地名上丰富的史料资源，也互文化部指定做重要的古物。这条图是即马咱台湾有关清朝的台湾时阵内底。摕到地名上侪地图，包括咱即马咱看得到地图，叫北草门，嘛有足侪原住民的部落的名称，是所有清朝地条当中呢记载地名上侪上详细的一个所在。这是别张地图的无法度比的。副研究员表示，地图内文字也记录伫较早家人北切门、广石溪、汤清县200-300年前台湾的地方特色。另外，通看到亲像鹿耳门公馆有出现伫中秀大军国建筑的图说，即卖也已经无存在。足侪政府的机关呢，拢是伫府城，即卖已经拢无去啊嘛。咱若要想清朝的府城是偌闹热，偌侪官员呢伫内底，佮敢若会当刻这张图内底，除这张图以外，其他可能拢足少啊。中秀大军国建筑的图说和乾隆台湾地图，拢互人指定做清代重要的古物。故宫也表示，中秀大军国建筑的图说今年有安排相关的展出。因若乾隆台湾地图因为要7公尺长，这10档来敢若展出过一届，未来也会看古物的状况安排相关的展出，让民众能侪了解18世纪的台湾。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南市文资会昨审议决定讲，台南市的南山公墓无符合文化景观的资格。市政府是表示讲，未来会来参考国内外的经验，推动历史墓园的转型甲再生。也毋过推动的团体是表示讲，因会阁来提供新的事情，阁上文资会审查继续来拍拼。今日米南山公墓内底上声人目的，就是3级古迹展景式的墓，才可会当看到荷兰时代汉族的墓。南山公墓是台湾汉人墓仔埔历史上久长的，不过最近台南市文化资产审议会讨论者敢会当登录做文化景观，经过委员投票表决，认为南山公墓无符合登录标准。
大部分的委员都认为，南山公墓这边所呈现的比较不能够明显的一个呈现到这个人类跟自然环境所互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景，因此决议不登录为文化景观。面对审议结果，当年倡议守护的民间团体表达遗憾，因强调未来南山公墓可能会敢若剩无几个墓仔通好保存，南山公墓的人文意涵甲自然生态价值恐惊会渐渐消失。未来会继续提报个别的墓仔正做文化资产，补充登录做文化景观的新证据。非常可惜的是，这项愿景并未能够实现。若否定其作为文化资产的可能性，改以模糊未明的其他保存方式应对的话，南山公墓将无法获得制度性的保障，恐将无法抵挡未来开发的压力。市府强调，虽然审议无通过，不过委员原来认同南山公墓的历史记忆甲文化意义，未来会规划转型做一搭市民会当参观的生命教育园区，唔但会当保存古早人的尊严甲记忆，也会当提供市民一个兼顾生态教育甲文化功能的生命教育园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瑞士甲意大利的研发团队配合做电路的师傅，佮有食品科学家，做出一款会当食的机器人分类机能膏嫌电池嘛会当食，咱做伙来看卖。机能膏顶悬的机器人，甲另外一个机器人不是摇手甲头，规个分类机能膏顶悬的造型真特别，佮有路。虽然人会当家己叮当底座 LED 灯会发光，是用充电电池供电，不过这个材料不是真正的电子器材，是食品做的，几条机能膏拢会使食落腹肚。The dancing bears are made of gelatin, especially designed gelatin that has very good flavor and consistency. They have inner tubes that can be pressurized by a pump. It's like a system of arteries in our bodies and the heart. 这条机能膏是由 EPFL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意大利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甲洛桑饭店管理学院的高点师傅以及食品科学家共同开发制作，是用鱼杠甲糖浆做的软糖啊，颔管甲手会当叮当，互两只鱼会当受染。底座 LED 蜡烛是由 Vitamin B2 抑个合配素、活性炭加乌巧克力豆所做，会使食的充电电池供电。这原来是全球头一块会当食的充电电池。So we are developing fully biodegradable and edible robots that could be used for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properties, for example, the pollution of waters.The quality of soil or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in the canopy of forest. 研究团队目前也佮用会当食的电子产品做基础，全新研发会当应用伫个制作监测人体健康的智慧药丸啊，用来追踪人体消化进行的 pH 值监测器，也是压力监测器等。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下晡8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